認罪便得救，廉價恩典的溫床。福音信仰睇真啲。聖誕節將到，又是教會將會有大量報佳音甚至是佈道會的工作，正好是大家作為主的門徒，應該都一同看守及傳揚從耶穌及使徒一直傳下來的福音，特別是得救之道。現在這片土地經歷悲痛與苦難，若其他事情幫不到忙，但基督徒的強項就是將耶穌送給人，叫人能出死入生。在不少佈道的場合，基督徒都會勸未信者認罪祈禱就可以，決志便可得救了。這種做法已是大家的習以為常，但若用聖經去檢視的話，可能很快便站不住腳。未信者禱告認罪是需要，但在這之前還有一樣，悔改。耶穌首次公開傳道時說：神的國近了，你們當悔改，信福音。馬可福音1章15節，在決志相信前事先要有悔改，悔改並不深奧，知道及承認自己行錯路，回頭走正確的路。所以施洗約翰傳福音時，警告大量出去約旦河受洗的人，不要以為洗一個禮就可以得救，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。路加福音3章7至8節。當然，若未信者表現有悔改之心及行動，這時教他如何禱告認罪就是完美的組合了。其實同一原則也應用在基督徒身上，他們偶然會被罪惡過犯所勝，但若以為人認自己的罪，神便赦免基督徒的罪。這是曲解約翰1書1章9節的經文。在這一句之前，約翰說：我們若不斷行在光明中，他兒子的血便洗淨我們一切的罪。第7節，意思及次序很清楚，行在光中不犯罪的基督徒才可以在認罪時得赦罪，犯罪後要悔改重返神的光明中。第9節的應許便成立，若沒有悔改的，第9節的應許是不存在的。求神憐憫你和我。